Hello，大家好，又係我 Alfred 用貼地理性角度同大家講愛情啦。嗱，正所謂個個都中意筍盤，唔通個個都揾到筍盤咩？當然明白，高質素嘅男人就梗係好多女仔都想得到嘅夢中情人啦。不過問題就係，好多時大家都只係無止境咁等待，希望童話會有一日降臨喺自己身上。但個現實就係，童話唔止從來都冇來到自己身上，相反仲不斷咁降臨喺其他女仔身上。然後可能你都會不禁苦心自問，喂，其實自己條件都唔輸蝕啦，點解啲好嘢總係冇自己份嘅呢？嗱，喺解答大家嘅疑難之前，建議都可以先問翻自己一個問題：你對呢類高質筍盤嘅擇偶要求究竟有幾了解呢？嗱，試下用以下5秒嘅時間諗一諗啊！如果大家唔可以喺5秒之內，起碼諗到1到2個具體概念嘅，咁似乎我哋缺乏嘅嘢就已經呼之欲出啦。咁今日呢條片啦，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喺同高質素嘅男人相處過程中，令佢哋難以抗拒嘅3個女性特質。喺事業同埋人生唔同方面都有唔錯成就嘅高質素男人，一般都有比較強嘅思考能力，對於點樣令自己人生過得更加快樂，都會有一套自己嘅生活哲學。而愛情對呢類男人嚟講啦，一定唔會係佢嘅全部，反而只係其中一樣令人生更豐富，甚至得到提升嘅事情。所以第一種好吸引到佢哋嘅女性特質，就係嗰種好知情識趣、善解人意嘅醒目女啦。原因好簡單啦，就好似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當你同某個朋友分享自己點樣處理一啲日常生活嘅大小事嗰陣，對方好似硬係唔太理解點解你會咁做，然後係咁問你一大堆問題，有時仲會同你唱反調，句句窒住晒，嚴重嘅仲可能會因為咁而炒大鑊添。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要你同呢個人長期密集式咁相處嘅，跟住落去會變成點啦？所以啦，首先一個挑通眼眉嘅女仔喺相處嗰陣，就唔使男方花好多精神時間去解釋呢樣解釋嗰樣，仲要唔肯定係咪一定講得佢明。而另一方面啦，男人亦都可以避免咗好多喺拍拖過程入邊常見嘅地雷位。除咗頭先講過，個女仔可能只係唔同意男方喺處理某啲生活瑣碎事上嘅做法，最終搞到嗌晒交之外，仲有就係減少咗好多不必要對號入座式嘅指控，同埋講錯一句說話就要跪玻璃嘅情況，等佢唔使再全程開住個求生模做人。嗱，聽到呢度，可能你會忍唔住講啦，吓？咁即係我係唔可以反對，下下都要盲目支持，然後見到自己不滿嘅嘢，係咪又要一味死忍呢？嗱，呢2個問題嘅答案當然唔會係絕對啦，但喺決定係咪表達反對或者不滿之前，我哋似乎都要揾翻一個幫到自己嘅標準去衡量。首先啦，就係要睇翻本身你想表達嘅嘢有冇理據啦。即係打個比喻，如果對方成日都無啦啦話鬼你，擺明係撩交嗌嘅，你都會覺得佢好麻煩啦。另外一樣要諗嘅就係喺表達任何嘢之前，其實都要睇翻時機。如果喺錯嘅時機，就算係講啱嘅嘢都好，好多時都唔會拎到想要嘅效果。至於點樣拿捏以上2點呢，就好需要我哋嘅智慧同埋修為啦。大家可以試下回憶一下，喺自己嘅愛情歷史入邊，有冇曾經試過類似情況？就係你明明知道某個人係想氹你開心㗎，而你亦都完全感受到佢係好落力咁去做，但最後都係冇效果不特止，仲搞到個氣氛尷尷尬尬。然後當你俾唔到對方想要嘅反應嗰陣，佢仲會表現得有啲不滿，甚至發你脾氣都唔出奇。嗱，如果你都身同感受嘅，咁相信你就會好了解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嘅呢一個女性特質，就係要真正識得點樣討好另一半。喺技術層面去講，就係要揾到一個有效嘅方法，令對方打從心底裏覺得開心啦。如果高質男係想揾一個認真交往對象嘅，佢就會非常重視大家相處嘅質素。不過對於呢班處於上緣嘅男人嚟講，好嘅相處係咪只係純粹2個人冇乜交嗌之餘，加埋大家喺任何時候都嘻嘻哈哈，或者日日都冧到爆甜到漏，就叫做有質素呢？其實以上講嘅更多只係一啲刻意營造出嚟嘅拍拖氣氛，好似要特登搞下笑，又或者講下甜言蜜語咁。但係真正嘅內心溝通啦，可能就相當之唔足夠啦。就好似我哋煮餸嗰陣落味精一樣，某程度上係唔可以缺少嘅。但如果你每一道菜都落重味精，反而忽略咗材料本身嘅質素，咁除咗會食到我哋條脷麻痹之外，對身體亦都唔係咁健康，因為呢道菜式本身就係冇乜營養。所以真正有質素嘅相處，係要喺各方面都攞到平衡。除咗一啲好表面化搞氣氛嘅技巧之外，
喺高質男人嘅世界入邊，都同樣需要有好一部分嘅時間，大家有真正思想上、心靈上嘅交流。嗱，聽到呢度，如果大家都已經有啲拗頭，咁係咪要出家修行返幾個月先搞得掂呢？其實所謂思想同心靈交流，基本就係因應唔同嘅事件，交流下大家嘅價值觀同睇法，同埋一啲內心嘅感覺啫。不過當然啦，唔係每個人嘅價值觀都可以無縫配合嘅。但如果你又想刻意去迎合對方嘅，可能就要避重就輕咁去表達，盡可能揾到雙方面嘅思想共通點啦。如果做到嘅，喺你哋溝通嗰陣，對方得到嘅開心感覺就會更加深層同維持得更耐，佢亦都會更加歡迎你進入佢嘅內心世界。相信咁耐以嚟，大家唔多唔少都會感覺到個世界都係要求女性喺處理兩性關係嗰陣要識得溫柔嘅。而對於高質男人嚟講，呢樣當然都係好重要嘅擇偶條件啦。嗱，先唔講大家對呢樣嘢嘅睇法係點先啦，但係就算我哋願意為一個條件好好嘅男人作出一定程度嘅改變，即係都會做下樣、調節下啲語氣同埋身體動作都好，最後我哋都會發現唔係好攞到想要嘅效果，然後仲搞到自己奇奇怪怪。咁究竟點解會咁嘅呢？原因就係高質男人對於溫柔嘅定義並唔係純粹睇表面化嘅行為舉止。更重要嘅係，大家相處嗰陣，個女仔有冇俾到對方感受到足夠而且有質素嘅關注，令到男方覺得自己係被重視嘅呢？至於點樣令對方感受到被重視呢？係咪不停咁對佢噓寒問暖就搞掂？嗱，雖然關心喺相處過程入邊係好重要嘅，但在我個人嘅意見，大家普遍都會忽略咗我哋表達關心嘅質素。嗱，可能你會講啦，喂，肯關心你都好好啦，仲要求咁多咁大牌。其實原理好簡單啦，大家可以試諗下，無論係父母對子女，或者係一啲24孝嘅男朋友，其實都會俾好多關心佢哋重視嘅人㗎。但好多時被關心嘅嗰方總係唔領情不特止，反而會覺得好反感，甚至仲會表現出煩厭嘅態度。如果係咁嘅，似乎我哋關心人嘅方式就係直接影響咗對方接唔接受好意嘅關鍵啦。而點樣先為之一個有質素嘅關心？首先最簡單就係要睇下你表達關心嘅嗰樣嘢係咪會明顯咁影響到對方，係佢真正有需要去留意嘅事啦。即係如果佢已經着到成身都係厚衫，然後你仲問佢凍唔凍嘅，似乎就有啲奇怪啦。仲有另一點就係大家都可以留意下表達關心嗰陣嘅態度同用詞，建議用翻一個比較放鬆嘅感覺，點到即止咁講出你想對方注意嘅嘢，切忌表現得過分緊張同埋重複講完又講。總括嚟講啦，當喺表達你嘅關注之前，建議先細心咁思考以上兩大方向。如果處理得宜嘅，就算大家冇再刻意咁去放輕把聲講嘢，喺對方角度都會感受到你嘅溫柔。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3個令高質男人難以抗拒嘅女性特質，聽完之後大家都可能會問，其實呢啲特質應該係大部分男人都好 buy 嘅優點嚟啊？點解講到好似只有條件好好嘅男人先會咁要求呢？冇錯，以上嘅女性特質當然唔會只有某一類男人先中意啦。但分別就係條件好好嘅男人，佢哋揾另一半自然就有更高嘅要求，同時佢哋亦都更加有能力去欣賞同埋真正理解呢一類優點嘅重要性。直接啲講啦，就係佢哋會比大部分嘅男人都更加識貨，而呢個啦，相信就係點解令佢哋難以抗拒嘅原因啦。咁今日嘅分享啦就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呢，請你都幫手喺下邊撳個 like 同 share， 又或者你有任何睇法嘅，都歡迎你多啲留言支持下。我會繼續用理性同貼地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唔同嘅愛情現象。如果你想聽到啲我關於唔同話題嘅分享呢，就即刻訂閱同撳一撳個鐘仔，仲有記得多啲 CLS 啦。下次見，拜拜。我係 Alfred， 我係一個生命教練，同時亦都係一個催眠治療師。我嘅目標呢，就係幫助大家喺認識自己嘅過程裏邊呢，可以揾到一個真正屬於你嘅一個快樂嘅美麗嘅人生。